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哋繼續去分享路加福音嘅第五章。第五章1節，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旁，眾人簇擁他，要聽神的道。他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路加說明咗當時嘅場景，群眾熱切咁樣希望聽到神嘅道。神嘅道意思可以係從神而來嘅話，又或者論到神嘅話。當耶穌企喺革尼撒勒湖旁嘅時候，群眾係簇擁住佢嘅。路加稱佢係革尼撒勒，常用嘅名字其實就係加利利。粗略計算，革尼撒勒湖大約係21公里長，11公里闊，低於海平面大概係700尺。讓大家有一個地理上嘅概念。耶穌睇到有兩條船，船上面嘅船夫就離船去洗網。呢個係當時漁夫嘅習慣，每次出海捕魚之後都必須清點而且清洗設備。耶穌上到去西門嘅嗰一隻船，請佢將船撐開，稍微離岸，然後坐低喺船上面教訓眾人。第4節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着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耶穌教導完畢，吩咐彼得去打魚。彼得回應嘅時候，稱呼耶穌係夫子。呢個字喺新約聖經總共出現過7次，都係喺路加福音，全部都係稱呼耶穌。呢個字唔似拉比，因為路加從來冇用過呢一個字。佢其實係泛指任何一個有權柄嘅人。彼得話：我哋整夜勞力都冇打到啲咩魚，可能係質疑打魚老手喺最適合捕魚嘅時候都尚且一無所獲。耶穌係外行，咁點解仲要衝內行呢？如果呢個係彼得嘅想法，咁樣佢依耶穌嘅話下網，證明彼得係體認到喺任何地方都唔應該忽略耶穌嘅說話。彼得哪怕唔同意，佢都仍然係要順服。第6節，佢哋下咗網，就圈住咗好多魚，網險些裂開，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2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順服帶嚟咗果效，彼得同佢嘅同伴下咗網，就圈到好多嘅魚，魚嘅數量多到要招呼另一條船上面嘅同伴嚟幫忙，將魚裝滿咗2隻船，甚至船都要沉落去。請問大家是否有過一啲頑固嘅執着，但係通過信仰係令你覺得不可思議呢？喺呢一個時候，你可以停一停，諗一諗，回顧一下自己嘅信仰經歷。第8節，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嘅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彼得經歷咗神嗰個想象唔到嘅恩典，
迫使佢體認出自己嘅罪惡。佢用主呢一個稱呼取代咗第5節嘅夫子，即係話喺當時被認為任何有權柄嘅人嘅稱呼。喺70士譯本裏邊，主呢一個稱呼一貫都係用嚟指神嘅。有釋經家解釋稱呼嘅改變，夫子嘅命令必須順從，但係主嘅聖潔就導致罪人道德上嘅痛苦。第9節，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嘅魚。他的伙伴西比泰嘅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他們把2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彼得同一切同在嘅人竟然都冇因為龐大嘅漁獲興奮，佢哋訝異呢一個現象超越咗佢哋嘅常識，損害咗佢哋嘅專業尊嚴，迫使佢哋直面自己嘅無知，就好似出埃及記20章18到19節，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就都發癲，遠遠地站立，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不要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然後耶穌就安慰彼得，唔好驚，意思係停止懼怕，而唔係唔好吃驚。從現在開始，彼得嘅人生有咗改變，佢要得人。得人同得魚係截然唔同嘅概念。捕魚對魚而言係死亡。呂振中譯本第10節嘅翻譯，耶穌對西門說：別怕了，從今以後你要活捉得人了。講得好具體，活捉。諗下你成聖嘅過程，能唔能夠體會到呢一份被活捉嘅感覺呢？第12節，有一回耶穌喺一個城裏邊，有人滿身長了大麻風，看見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路加並冇說明呢一件事嘅準確地點，只係話喺一個城裏邊有人長咗大麻風。根據利未記13章45到46節嘅記載，身上有長大麻風災病嘅，佢嘅衣服要撕裂，亦都要蓬頭散髮，蒙着上唇，喊叫到不潔淨了，不潔淨了。災病喺佢身上嘅日子，佢就係不潔淨。佢既係不潔淨，就要獨居營外。喺獨居營外，當然就唔可能喺城裏邊。或者呢個人對佢悲慘嘅遭遇已經受夠，佢知道耶穌可能會醫好佢，所以冒住受罰都要靠近耶穌。佢唔懷疑耶穌嘅醫治能力，只係唔知道佢係唔係願意去醫治佢。注意，佢講嘅並唔係得醫治，而係得潔淨。因為按照利未記14章麻風患者痊癒嘅條例，患者痊癒嘅前提就係要得潔淨。13節，耶穌伸手摸佢，說：我肯，你潔淨了吧。大麻風立刻就離了他的身。耶穌用行動去表示佢願意醫治患者，佢伸手去摸佢。第14節，耶穌囑咐佢：你切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又要為你得了潔淨，照摩西的所吩咐獻上禮物，對眾人作證據。你切不可告訴人。當耶穌
喺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嘅時候，有好多人都睇到佢所行嘅神蹟，就信咗佢嘅名。耶穌卻不把自己交託佢哋，因為佢知道萬人亦用不着誰見證人什麼，佢知道人心所存嘅。意思即係話，耶穌佢唔需要人哋嘅掌聲，因為佢知道人心裏邊其實你做乜嘢都冇用，只要人多聚集，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意見，咁意見就唔會統一，對一個人嘅印象都係一樣。所以耶穌佢做善事係唔會張揚，亦都覺得真係做完就算。我哋頭先講到利未記14章有呢一個麻風患者痊癒嘅條例。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參考一下，係利未記14章1到32節。我哋翻嚟路加福音嘅5章15節，但耶穌嘅名聲越發傳出去，有極多嘅人聚集嚟聽道，亦都指望醫治佢哋嘅病。耶穌卻退去曠野禱告。馬可講到呢一個得醫治嘅人率先嘅張揚，群眾就蜂擁而嚟求醫。耶穌離開群眾，退到曠野去祈禱。呢一節退同埋禱告都係指繼續進行嘅動作，說明耶穌喺匆忙嘅裏邊，佢需要安靜，佢需要禱告。第17節，有一日，耶穌教訓人，有法利賽人同埋教法師在旁邊坐着，他們是從加利利各鄉村同埋猶太並耶路撒冷來的。主嘅能力與耶穌同在，使他能醫治病人。路加冇說明呢一件事嘅地點，馬可福音話俾我哋聽。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見他在房子裏。法利賽人係猶太教裏面最嚴肅嘅教派，自誇有高度聖潔嘅生活，對神敬虔，而且有豐富嘅聖經知識。教法師係文士嘅別稱，只對舊約聖經有解釋而且有教導權柄嘅人。文士大多數都屬於法利賽人，但係並非所有嘅文士都係法利賽。佢哋從各地嚟到迦百農，可能係慕名而嚟，亦都可能係嚟審查耶穌嘅教導。無論點，耶穌喺當時肯定已經係相當出名㗎喇。主神嘅能力與耶穌同在，使佢醫治病人。路加強調耶穌醫治嘅能力係來源於神，回應人子係100%嘅人性，亦都必須要仰望神同在同埋神嘅供應。第18節，有人用褥子抬了一個毯子，要抬進去放在耶穌嘅面前，卻因人多，尋不出法子抬進去，就上了房頂，從瓦間把他連褥子墜到當中，正在耶穌面前。馬可福音2章3到4節嘅平行記載，有人帶住一個毯子嚟見耶穌，係用4個人抬嚟嘅，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嘅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毯子連所躺臥嘅褥子都墜下來。大多數解經家都話巴勒斯坦嘅房子呢係冇瓦做嘅屋頂，但係根據新聖經詞典，瓦做嘅屋頂係出現喺新約時代之前。換句話講，並唔出奇嘅。第20節，耶穌見佢哋嘅信心，就對毯子說：你嘅罪赦了。
呢度嘅佢哋喺文法上似乎意味住包括病人同埋佢嘅朋友全體。癱子求醫治，但係佢逼唔過其他嘅人，佢嘅朋友就用極端嘅方法達成咗癱子嘅心願，但係傷害咗屋主嘅利益。佢哋不惜拆咗佢嘅屋頂，都要將癱子送到耶穌嘅面前。解經家普遍認為病人同佢嘅朋友，佢哋嘅行為表現係代禱嘅信心，但係角色扮演。如果你係房主，你又會作何感想呢？癱子唔能夠行走係一個徵狀，但係佢裏邊嘅罪先至係佢生命裏邊更嚴重嘅問題。諗下，如果你係癱子，你會採取咁極端嘅方式去拆人哋嘅房頂嗎？為咗達成自己嘅目的，不擇手段係人嘅罪性，所以罪係扎根喺人心嘅深處，比外顯嘅缺陷係更加難對付。問題係點解耶穌仍然要赦免佢？究竟信仰嘅核心係神，抑或係人呢？原主嘅比喻，馬太福音20章1到16節、14到15節，原主係咁樣講嘅：這是我願意的，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弟兄姊妹，好好咀嚼呢幾節經文，希望你哋有自己嘅反省。第21節，文士同法利賽人就議論，這說僭妄話的是誰？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文士係熟悉律法嘅人，可以係法利賽人或者撒都該人。路加有5次將佢哋同法利賽人連喺一齊，有7次係同祭司長連在一齊。佢哋質疑耶穌作為一個人，佢哋又唔係羅馬皇帝，有咩權柄可以赦免人嘅罪呢？冇權力卻說僭妄嘅話，就係犯咗褻瀆神嘅罪。第22節，耶穌知道佢哋所議論嘅，就話：你哋心裏議論嘅係咩呢？或說你嘅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哪一樣容易呢？耶穌似乎知道佢哋嘅想法，佢嘅講法必然係會引起議論。喺一般人嘅眼裏邊，你起嚟行走係個可以檢驗嘅具體標準。你嘅罪赦了，又要點想先至知道呢？當然，耶穌作為100%嘅神，佢有絕對嘅赦罪權柄。從佢嘅角度，呢一句說話無論任何嘅情況都係無懈可擊嘅。但係哪怕到咗今日，我哋都只係約定俗成咁樣認為耶穌就係嗰位100%嘅神，唔可以質疑佢嘅權柄。如果你從耶穌所作為100%嘅人嘅角度，就好似好多未信者對信仰嘅態度一樣。一個人點樣有權去赦免別人？又憑乜嘢驗證罪得赦免呢？第24節，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嘅權柄，就對癱子說：我吩咐你起嚟，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人子呢個名原出於但以理書7章13到14節。耶穌經常用人子自稱，而唔係用彌賽亞，因為當時猶太人心目中嘅彌賽亞係奉神差遣嚟到地上，帶領猶太人反抗羅馬帝國，重建大衛王朝嘅政治人物。耶穌唔願意猶太人誤解佢嘅身份。當時嘅猶太人往往將疾病視為當事人或者佢嘅父母犯罪所帶嚟嘅一個報應。就好似約翰福音9章1到2節，耶穌過去嘅時候睇見一個人生嚟瞎眼，門徒就問耶穌：拉比，這人生來瞎眼係邊個犯咗罪呢？係呢一個人，抑或佢父母呢？
耶穌首先赦免咗癱子嘅罪，然後吩咐佢起嚟，驗證佢嘅醫治能力。但係佢冇辦法知道癱子嘅罪係唔係被赦免，因為冇釋刑嘅。不過就已經引起咗轟動。第25節講到，那人當眾人面前立刻起嚟，拿着他所躺臥嘅褥子回家去了，歸榮耀與神。26節，眾人就驚奇，亦都歸榮耀與神，並且滿心懼怕，說：我們今日看見非常的事了。路加話俾我哋聽，癱子歸榮耀俾神，承認耶穌透過神嘅權柄去醫治咗佢，並為此感恩。旁觀者睇到咗神蹟，佢哋嘅反應唔係為到呢一個癱子感恩，而係唔係啩？佢哋感覺驚奇不可思議，佢哋驚，因為素常都係敬神如神在。社會規範大家嘅宗教最大嘅公約數叫做耶和華，大家就按禮儀公式去敬拜神，所有都係宗教，唔係信仰。而家神蹟活現喺眼前，反應係唯恐走避不及，因為嚴重衝擊到個人一切以我為主嘅嗰一個深層嘅信仰。第27節。這事以後，耶穌出去，看見一個稅吏名叫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撇下所有的，起來跟從耶穌。醫治癱子事件以後，耶穌外出，睇見利未坐喺稅關上。稅關應該喺戶外，如果喺辦公室嘅裏邊，耶穌就唔會睇到佢而呼召佢啦。馬太福音9章9節有一個平行嘅記載，耶穌從那裏往前去，看見一個人叫馬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呢一度講緊嘅利未就係馬太。對唔住。其實當時嘅人係由衷唔中意稅吏嘅，佢哋係同敵人勾結，又或者敲詐勒索嘅人。呢一類人被視為唔誠實。耶穌睇見咗利未，只係對佢講：你跟從我來。利未就撇下所有跟從咗耶穌。呢一個細節係只有路加講到嘅。稅吏通常都係富有嘅人。利未一定係使徒裏邊最富有嘅，意味住佢跟從耶穌要做相當大嘅犧牲。因此我哋唔應該忽略呢一件細節。利未安靜勇敢嘅行為，你諗一諗，如果漁夫感覺佢哋跟從耶穌係唔划算嘅，大不了就翻去重操故業。但係利未一旦離開咗佢嘅工作，就徹底嘅離開，因為唔會有任何人接受一個離開咗肥缺嘅人可以重新享受呢一個肥缺。所以利未跟從耶穌對佢個人嚟講係一個非常嚴肅嘅委身。第29節，利未喺自己家裏為耶穌大排筵席，有好多稅吏同別人與他們一同坐席。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就向耶穌嘅門徒發怨言：你哋點解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呢？利未認為跟從耶穌係佢嘅榮幸，佢喺自己嘅家裏邊為耶穌大排筵席，邀請佢嘅行家同埋朋友一齊見證佢稅吏生涯嘅金盆洗手。從呢啲細節可以知道，耶穌當時係已經名聲鵲起，喺地方上形成一定嘅影響力。如果唔係，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做乜要針對佢呢？根據佢哋禮儀上嚴格嘅潔淨規矩，
呢啲人同諸如利未同佢同事嘅呢一類人一齊用餐呢，係冇辦法想像嘅事。呢啲人極有可能係禮儀上唔潔淨，再冇比同罪人結交更容易去沾染污穢啦。第31節，耶穌對佢哋話：冇病嘅人唔使睇醫生，有病嘅人先用得着嘅。我本來唔係召義人嘅悔改，乃係召罪人嚟悔改。佢哋埋怨嘅對象係門徒，但係回答佢哋嘅就係耶穌。佢用無懈可擊嘅邏輯指出需要醫生嘅係病人，而唔係健康嘅人。佢嘅工作係針對罪人。對耶穌嚟講，呢個係佢嘅召命，佢亦都絕對有能力同埋權柄咁樣做。第33節，佢哋話約翰嘅門徒屢次禁食禱告，法利賽人嘅門徒亦都係咁，唯獨你哋嘅門徒又吃又喝。律法只係規定猶太人喺贖罪日嗰一日禁食。大家可以睇睇利未記嘅16章29節。法利賽人就時常都禁食。路加福音18章12節話俾我哋聽，一個稅吏佢咁樣禱告，佢話：我一個禮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嘅都捐上1/10。施洗約翰嘅門徒亦都效法佢哋。耶穌並唔反對禁食，佢仲話門徒將來要禁食，但係應該有正確嘅態度。馬太福音6章16到18節，耶穌講到你哋禁食嘅時候，唔好似嗰啲假冒偽善嘅人，臉上帶住愁容，因為佢哋將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睇出佢哋係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佢哋已經得咗佢哋要得嘅賞賜。你禁食嘅時候要梳頭洗面，不叫人看見你禁食，只叫你暗中嘅父察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第34節，耶穌對佢哋話：新郎同埋陪伴嘅人同在嘅時候，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係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佢哋，嗰日佢哋就要禁食啦。古時中東地方嘅人喺婚禮之前，新郎嘅親友會做陪伴之人，同佢一齊飲酒歡鬧，持續幾日，有時可能係1個禮拜，然後先至起程去迎娶新郎。嗰個時候陪伴的人就要感到寂寞。呢度嘅離開喺原來嘅文字有被暴力奪去嘅意思。嗰個時候佢尚未告訴佢哋有關十字架嘅事，但係耶穌用呢一個動詞去暗示將來會有暴力臨到佢。嗰個時候人先需要禁食。耶穌回應法利賽人同埋文士，門徒既然同救世主同在，就好似新郎同埋陪伴之人同在，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第36節，耶穌又似一個比喻，對佢哋講：冇人將舊衣服撕下一塊嚟補上舊衣服上，若是這樣，就把新的撕破了，並且所撕下的那塊新的和舊的也不相稱。喺新衣服裏面撕一塊布，因為冇縮過水，所以如果用嚟補喺舊衣服上面，洗衣晾乾之後，新布會收縮，又會將舊衣服撕裂。呢一個就係一個誇張嘅講法。第37節，亦都冇人將新酒裝在舊皮囊上。若是這樣，新酒必將皮囊裂開，酒便漏出來，皮囊也就壞了。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囊上。動物通常係山羊嘅肉同埋骨頭攞咗出嚟，皮係完整咁樣保留，就可以當作盛裝液體嘅容器嚟使用。剛開始嘅時候，佢哋十分有彈性，但係舊咗之後就缺乏呢一種彈性。
喺壓力底下容易裂開。新近釀造嘅酒，佢嘅發酵嘅力度比較大，舊皮囊比較忍受唔到呢啲發酵膨脹所產生嘅壓力，就容易爆裂。所以新酒就必須裝喺新嘅皮袋裏邊。第39節，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酒係越陳越香，陳年嘅老酒比新酒好飲，呢個係俗世嘅原則。但耶穌嘅意思係，佢唔止係嚟修補猶太教，佢嘅教導喺本質上面係全新嘅。如果要將呢一個教導壓縮喺猶太教嘅呢一啲老舊嘅皮囊，好似強迫禁食等等嘅規條，結果係一定會失敗。耶穌知道呢個教導一定會令到一啲人唔開心，就好似飲慣咗陳酒嘅人，甚至連嘗一口新酒都唔肯。因此，酒係陳的好呢一個直觀嘅印象，對人而言係牢不可破嘅事實。耶穌嘅講法就係，佢既然要打破人嘅執着同埋固有嘅觀念，佢就必然會令到所有信奉呢一啲舊規條嘅人唔舒服，而且引起佢哋嘅反抗。弟兄姊妹，我哋下次再去分析下一章。